大家好，今集又嚟講一講下個禮拜黃金次點樣行。咁喺分享預測之前，我哋嚟睇一睇上個禮拜我係點樣講嘅。我預期下個禮拜開局可能係高開高走，黃金有機會衝上5000，而白銀有可能係會企穩100，但隨時會變成高開低走，開始回調收割。你問我黃金會唔會破5000之後見唔翻4字頭呢？白銀又會唔會見到100之後又見唔翻2位數呢？老實講，我認為唔會嘅。而家市場充滿咗貪婪嘅情緒，如果你都忍唔住想衝入場，咁你諗下，全球幾千萬個散戶係咪都係一樣咁樣諗呢？呢啲就係最好嘅收割對象。咁所以暫時嘅預測都係如預期嘅。咁我哋嚟再睇一睇下個禮拜啦。雖然唔少人講下個禮拜黃金似要大跌或者係要大升，但我個人認為，覺得下一個禮拜相對會似係一個築底震盪收復嘅一個走勢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即係會喺低位度震盪收復，而唔係出現一啲大爆邊單方向嘅走勢。呢個情形反而會俾我哋一個機會分批去入場。記得上個禮拜開始，黃金同白銀持續上升，一度每日向上。但正如我上一條片所講，我哋要預咗會高開高走，但同時亦要留意會變咗做高開低走嘅可能性。咁事實證明，禮拜一升到禮拜三之後，禮拜四見頂就開始回落，仲瀑布式咁樣下跌，跌得非常誇張。我上個禮拜4、5亦都有喺群組同會員講，要小心部署，要開始謹慎推 stop loss 去獲利平倉，新加嘅注碼要玩得細啲，同埋要小心啲。亦都因為咁樣可以防止到群組入邊嘅會員衝動魯莽咁樣去做操作。咁講翻呢一度啦，從形態嚟講，呢一種急跌之後暴力反彈，往往可以理解為有多嘅行情。第一日即係禮拜四，瀑布式咁樣下跌，跌到落去$5001附近。第二日即係上個禮拜五，一度拉升翻上去$5400蚊。如果大家以為調整完就衝咗入去，結果第二浪先係真正嘅跌浪，跌得非常之狠。呢一種就係資本玩弄嘅情形，好多散戶都試過。所以我一直認為震盪收復比一味大升或者大跌更符合市場嘅健康。就算震盪翻幾日，甚至震盪翻1、2個禮拜，先至企翻穩喺$5000每安士以上，都係合理嘅。而家有2個重要嘅關鍵位值得留意嘅。第一，呢一浪嘅調整低位已經跌到落去$4682每安士啦。呢一個位置其實已經係回到正常嘅支持位。如果再進一步咁跌深啲，下一個位將會係$4450。而呢一個位係一個非常強大嘅支持位，但如果跌穿咗呢一個位，就會跌穿咗舊年10月開始嘅一個上升趨勢。如果真係跌穿咗嘅話，咁個走勢就會開始轉弱。但我個人覺得呢個可能性非常之低，除非出現咗一啲例如長期唔減息或者係大趨勢反轉，否則整體黃金白銀嘅趨勢仍然偏向好。第二，消息層面唔係市場真正嘅核心，尤其係資本介入控制個市場嘅時候，你靠消息面去做分析，往往會被套咗喺樹上。過去有戰爭、有政治嘅新聞，黃金有時反而仲要下跌，呢啲都係市場喺度玩弄嘅例子。講到白銀同黃金嘅過去2個禮拜嘅操作，早喺1月19號嘅時候，我已經喺群組度講可以揾位去買入。當時就係黃金4600蚊嘅時候，而我哋嘅策略就係慢慢推高 stop loss， 慢慢去獲利。而去到1個禮拜前，波動性變得非常之大，我哋用嘅策略就係逢高減倉獲利，或者係慢慢推高 stop loss， 然後喺低位逐步吸納。坊間好多嘅視頻不停喺度叫話黃金見頂啦，白銀見頂啦，但係你哋可以撳入去睇翻佢哋過去幾個月前嘅嘢，可能都係一直講緊話見頂，好多都係錯咗。呢啲都係追熱度嘅一啲行為，而唔係結構性嘅分析。我哋嘅做法係要平均去持倉同分批去部署。如果下個禮拜真係震盪盤，咁就會有好多機會去入場。真正值得留意嘅位就係啲支持位同埋方向嘅確認，而唔係盲目去做一啲大單邊嘅大單。總結一句，唔好一次過打晒你嘅子彈。市場震盪，分批佈局，控制風險，比單邊去估升跌係更重要嘅。如果你跟得住整體嘅方向，其實震盪盤反而係最好嘅部署時間。
如果你都想深入掌握每日資金部署嘅邏輯，歡迎加入我嘅 Patreon 群組，我哋一齊穩步上揚。